共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将几百万人关押在集中营，不断强化压制政策。中共当局首先打压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及学者，目前当局开始任意拘捕维吾尔知识分子及大学教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旅居美国的维吾尔教授库图卢克近日透露，他之前同事新疆大学教授阿卜杜可里姆·热合曼、阿尔斯兰·阿卜杜拉、新疆师范大学原校长阿扎奇·苏利丹、著名学者祖利皮卡尔·巴拉提、塔西波拉提天伊夫和文化研究院院长热伊拉·达乌提等被当局秘密拘留或关押集中营。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声明，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并尾随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飞越自空领域的俄罗斯飞机。俄罗斯一架苏27和一架苏24轰炸机飞越本州岛西部海岸地区。据报道，日本战机已不是第一次尾随俄罗斯飞机。贫困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首次下降到10%以下。世界银行星期三公布的报告说，根据已掌握信息的最新统计，全世界每天人均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人数，在2015年首次降到7亿3600万以下，占世界人口10%，为历来最低水平。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在2013年为11%。俄罗斯外交部称，塔利班代表团将赴俄罗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和平会议，预计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将前往莫斯科安排会谈日期。